弟兄姊妹再次平安。上個主日呢，我就去咗台灣參加咗一個叫做全球華人浸信會宣教大會嘅一個感恩崇拜。之後呢，一連3日，我就同嘉豪傳道呢，以及一班嚟自世界各地嘅牧者同埋信徒啦，主要都係浸信會嘅，就一齊出席會議。喺嗰3日嘅會議裏邊呢嘅嗰啲嘅所見呢，咁我就已經寫咗喺今期嘅牧者心聲裏邊㗎啦。係啦，喺崇拜程序表，咁大家有時間完咗崇拜先啦，係啦，可以慢慢睇，網上面都睇到嘅。咁講起台灣呢，咁如果你用手機或者電腦去輸入台灣，跟住呢就再揾圖片。咁原來首先呢，即係彈出嚟嘅呢，就通常都係台灣嘅地圖。咁其中就係一張咁樣啦。咁呢張就係比較即係 Q 版啲或者比較可愛啲嘅台灣地圖咁樣。咁當你繼續再揾下嘅時候呢，你就會揾到有啲嘅實景嘅。咁其中一張呢，就係咁樣。好，有少年人喺我哋當中，想問下你哋兩幅圖有咩相似嘅地方？係啦，咦？家傳都覺得自己係少年人喎，似乎係心境上都相當年輕。係冇錯，兩幅圖裏邊呢，都係有一個樓高101層嘅建築物。我諗呢個都似乎成為咗台灣嘅地標啦。可惜今次呢，其實行程都相當緊密，我就冇機會去到。當我再翻查記錄嘅時候呢，我發覺呢，原來呢棟嘅摩天大廈呢，喺全球最高嘅建築物排名裏邊呢，原來已經跌出咗10大啦，10大都入唔到啦。係啦，大家知唔知而家最高嘅建築物喺邊度呢？今次我真係想問少年人啊嚇，係啦，好特別問下啲高小先，係咪旅遊塔呢？你哋覺得？係啦，唔知係咪常識，通常都係咁樣講嘅，咁樣係啦。原來呢，呢個就係101啦。原來就喺杜拜裏邊啊，佢係樓高163層嘅哈利法塔啊。在座有冇弟兄姊妹去過啊？最有可能去嗰個今日都唔喺度，係啦。OK， 好，咁就。我自己個睇法就係人類唔單止係今日講嘅經文，喺聖經時代裏邊，或者去到21世紀，我哋呢個人工智能時代呢，我哋不約而同都會追求一種嘅高度而呢種嘅追求背後嗰個原因呢，可能都幾相似喺裏邊嘅喎。喺我哋進入經文之前呢，我哋再次低頭祈禱。主耶穌基督，我哋有謙卑嘅嚟到你嘅面前，去聆聽你嘅話語，願意不論講到嘅、聽到嘅，都得蒙造就，生命得着改變。禱告奉主耶穌基督之名，阿門。好，我哋先睇一睇經文嘅背景啦。巴別塔事件嘅上一章今日11章，上一章第10章呢，其實係一個家譜。個家譜記載咗挪亞有3個仔，閃、含、雅弗，佢哋嘅後代。創世記裏邊一共呢有6個家譜。創世記第10章係其中一個，而每一次嘅家譜出現呢，就表明一個新嘅段落嘅開始。所以創世記其實係用個家譜嚟分段嘅。今日嘅經文之後呢，又係另外一個家譜咯。所以亦都係標示住另外一個新段落嘅開始，就輪到亞伯拉罕嘅出場啦。咁喺上一個段落呢，創世記6章去到9章發生嘅事件呢，其實都係我哋耳熟能詳嘅，就係洪水事件。洪水過後，全個地球所有人都死晒，淨係剩翻挪亞一家8口重新開始。上一個段落嘅最後一節，創世記9章28節咁樣講：洪水過後，挪亞又活咗350年。嚟到我哋今日嘅經文啦。當時天下人，你估係有幾多人啊？今日世界嘅人口都有80億啦。當時
大家又唔好以為有好多喎，係啦。就算以當時嗰個一個家庭咧，一生就生幾個為例，經過咗幾百年350年之後，但基於一開始嗰個基數太低啦，得個8個人，所以有指當時嘅天下人呢，其實都係得3萬人左右嘅啫。3萬人嚇，我諗呢，我哋住喺豐順堂區嘅人呢，應該都唔止3萬人咁少啦。咁呢幾萬人呢，聖經形容佢哋嘅口音、言語都係一樣嘅。咁呢個係咪佢哋問題所在呢？嗱，我諗同聲同氣唔係問題啊，我哋用廣東話崇拜唔係問題。就算雞同鴨講，亦都唔一定係有錯。錯就錯在佢哋究竟傾啲乜，同埋佢哋做啲乜。去到第2節，佢哋往東遷移嘅時候，喺示拿就遇見一個平原，就住咗喺嗰度。我哋知道呢，佢哋起巴別塔係唔啱嘅，但原來呢，聖經作者喺第2節裏邊，其實已經預示咗天下人將要再一次犯罪啦。第2節上，佢哋往東遷移嘅時候，東即係東南西北嗰東啦，其實唔單止係指緊一個方向啊，即係好似我哋如果有機會買樓呢，買向南嘅最好，東呢都唔錯嘅。但喺創世記裏邊呢，東似乎係表達緊一個違背神命令嘅一個行為方向嚟㗎。喺創世記第4章，當該隱殺咗佢嘅兄弟亞伯之後，佢點樣啊？佢就離開咗耶和華嘅面，去住喺伊甸東邊羅得之地。去到創世記13章啦，當亞伯蘭同埋佢個侄要分家嘅時候，因為人太多、物業太多要分家嘅時候，亞伯蘭呢就俾佢個侄先揀，而佢個侄羅得呢，同樣都係揀東邊。羅得選擇約旦河嘅全平原往東遷移。羅得往東遷移，同今日經文第2節往東邊遷移，不論係中文或者原文，其實佢哋嘅表達都係好類似嘅。而羅得事情嘅發展，大家應該都記得啦。原本就住喺平原，跟住住下住下，就住咗去一座叫做所多瑪嘅城裏邊。旁白仲驚我哋唔記得，加咗一句：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行咗極大嘅罪惡。今日嘅經文呢，天下人往東遷移，聖經作者呢就已經埋下咗佢哋將要犯罪嘅伏筆啦。第2節一共出現咗3個動詞：遷移 migrate、遇見 find 同埋住 settle。我諗即使係今日如果當你計劃你要移民嘅時候，你同樣都要做足呢3個動作嘅。咁有咩問題喺裏邊呢？如果我哋從中英翻譯嚟睇喺呢3個動詞裏邊，意思上邊出入比較大嘅，應該就係遇見呢一個字啦。嗱，你試下諗下，我喺街上邊我遇見你，同我喺街上邊我揾你 find 你，動機上邊呢，其實係好唔同嘅。前者係點啊？我行下街，我撞到你咯。澳門街咁細，真係好容易就撞到熟人。但後者呢，係我有意識地尋找你。天下人行下行下，佢哋揾到一塊好平坦嘅靚地，就住咗喺嗰度。咁問題係咪出於佢哋冇俾錢買地呢？咁呢個我哋相信都唔係啦，係咪？世界咁大，當時人口就得個3萬，真係即係任你住喺邊都得啦，係嘛？係啦，任你住喺邊都得。弟兄姊妹，呢個就係佢哋嘅問題所在咯。成個世界任你住，天大地大任你闖，你要出境 passport 都唔使攞啊。但係佢哋呢，就係要選擇住埋一齊。神要人點樣啊？生養眾多，遍滿全地，治理這地。
洪水之後呢，神賜福俾挪亞同埋佢嘅兒子，同佢講：你哋要生養眾多，遍滿了地。但佢哋呢，就係要喺呢個平原上邊，第4節所講，佢哋要建造一座城啊，一個 city。由住喺平原上邊，到計劃去建立一座城呢，呢個係有一個進程喺裏邊嘅喎。大概就係點啊？大概就好似你由瞓街去到上樓嘅分別喎。有屋企之後，你就會有歸屬感，有家嘅感覺，有保障，同埋你係可以長時間喺裏邊居住。而佢哋所做嘅一切，就係要達到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呢一個目的。但係神嘅心意係要佢哋做咩啊？遍滿全地咯。神創造人類係群居動物嚟噶嘛，所以當世界上淨係得一個亞當嘅時候呢，神都話那人獨居不好，於是呢就做咗另外一個人俾佢。我諗神喺呢度嘅用意呢，唔係要人類呢一個一個自我流放到世界唔同嘅角落，發配邊疆，好孤獨咁樣生活，唔係，而係唔想人好似有一種我們在這裏真好嘅嗰種自我滿足。我諗呢，華人係世界上一個好特別嘅族群嚟嘅。你幾乎喺世界上每一個角落都可以揾到華人嘅足跡。啲人講笑咁講，邊度有錢揾，邊度呢就有中國人噶啦。以至到呢，任何一個地方呢，都有建立華人教會嘅需要。10年前呢，我就喺東非一個國家叫做肯尼亞嘅首都內羅畢裏邊呢嘅一間華人教會生活咗2個月。所以呢，今次嘅宣教大會裏邊有好多嚟自唔同國家嘅牧者分享佢哋嘅福音需要同埋宣教異象。有一個教會呢，對內地嘅少數民族呢係有負擔喎。原來內地呢係有超過500個少數民族喎，當中有80%都係未得之民。佢哋住得好偏遠，但係佢哋仍要福音。所以咧，有啲教會就會組織一隊一隊嘅探訪隊，去到偏遠嘅山區去探訪佢哋。我哋教會嘅宗派背景係浸信會嗬，浸信會本身咧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視宣教、好重視大使命嘅一間教會。你又試諗下，我哋下環浸信會嘅成立係同西差會嘅宣教士係有着密切嘅關係㗎。你可以睇下，如果西教士唔係喺超過100年前，佢哋願意嚟到澳門呢個地方，首先建立第一間喺澳門嘅浸信教會，就係澳門浸信教會啦，喺白馬巷啦。之後嗰幾十年，佢哋再好有策略地喺唔同嘅地方，分別係沙梨頭、下環同埋高士德買地植堂，出錢出力。我諗今日，如果我哋想買，唔好講話買一笪地，買一個單位嚟聚會，應該都好困難啦。當時嘅西教士，佢哋就願意分散。分散呢個字喺今日嘅經文呢多次出現。佢哋從北美洲分散到亞洲，好似5餅2魚咁樣，越分越多。但人呢，總係有一個內聚嘅特性嘅。可能咧，我哋會覺得圍爐取暖會帶俾我哋一啲安全感。但大家又諗下，我哋相聚嘅目的係為咗乜嘢？點解我哋今日11點要聚集喺呢度，要相聚在一起啊？可能你會話，我哋要敬拜3一真神咯。冇錯，我哋就係喺每個星期嘅呢一次聚會裏邊，我哋從神那裏支取力量。我哋就係依靠住呢股嘅力量，喺跟住嗰6日裏邊，喺我哋分散到唔同地方嘅日子裏邊，我哋都可以喺唔同嘅角落裏邊為主做見證啊嘛。點解嗰個全華浸宣要3年辦一次嘅宣教大會啊？上一次呢就喺泰國，
今次就喺台灣，下一次呢就喺香港嚇。全球華人牧者相聚在一起，同樣都係為咗分散。大家唔會永遠留喺嗰個會議裏邊嘅，而係喺其中，我哋聆聽咗好多唔同嘅生命故事，同埋好多唔同嘅福音需要，再將佢帶返去教會裏邊，讓我哋一同經歷上主嘅真實同埋供應。我又記得呢，我細個返教會嘅時候呢，嗰間教會呢，佢嗰個生活嘅方式呢，就係細胞小組 （cell group），可能有啲弟兄姊妹都聽過。每個小組裏邊有組員、有導師，全個教會呢就分成一個一個唔同嘅細胞小組。人嘅細胞會點㗎？會進行分裂，所以呢，返咗原本個小組一段時間之後呢，就會分 cell 啦，就會分小組，一分為二，有啲犀利啲咧，甚至一分為三都得嘅。咁樣就意味住咩呢？你就會同其中一半喺過往幾年一齊生活嘅組員呢，你將會同佢分開。當時嘅導師呢，通常都會好有意識地將你同一啲比較熟嘅組員呢夾硬分開你哋添。但背後嘅原因點解要分裂啊？因為分裂咗之後，嗰個小組個細胞就會細咗啦，讓到小組繼續有個空間可以發展，可以增長咯。但係經文裏邊嘅天下人，佢哋相聚嘅目的係為咗乜嘢呢？目的有兩個。第一，就好似第4節所講，佢哋要傳揚佢哋嘅名，佢哋就透過去建一座通天高塔，去達到呢個目的。而第二個目的呢，剛才提過，就免得佢哋分散喺全地上邊。為咗達到呢個目的，佢哋就建造一座城。我諗喺當時幾千年前嘅科技資源之下，呢幾萬人要做齊呢兩件事，其實可能性應該都唔會好高。所以佢哋仍然願意咁樣去做。從咁樣單純嚟睇，似乎佢哋都幾合一啊！幾萬人一齊努力去做呢兩件事，聽起上嚟都相當熱血啊！我哋一間100人嘅教會要合一，有時都唔係咁容易啦。澳門浸信會聯會有6間浸信教會，要6間浸信教會願意走埋一齊，亦都唔簡單喎。今次難得呢幾萬人，佢哋願意合一，去同心合意去做一件事，其實我覺得相當難能可貴。只係好可惜，佢哋嘅合一卻係做咗一啲神唔喜悅嘅事情啫。嚟到呢度，我諗我哋值得反思一下紛爭同埋合一之間嘅選擇。如果俾大家揀兩者，只能夠選擇一個，我諗大家都會揀合一啦，係咪？因為冇人中意自己個屋企成日喺度嘈嘈閉咁樣嘅。但今日嘅經文同我哋講，合一都唔一定係好嘅。天下人嘅合一就為佢哋闖下咗彌天大禍啦！要神出手去殺停佢哋。如果我哋睇翻剛才嗰個經文背景，早2章神先至用洪水懲罰人啫。如果今日嘅經文神又唔及時阻止佢哋，佢哋又有機會去到一個恨錯難返嘅地步啦。合一又唔好，紛爭我哋知道又唔好，咁乜嘢先好啊？如果完全唔容許其他嘅聲音喺呢個群體出現，我諗呢啲唔係叫做合一，呢啲叫做齊一，或者單一。sorry， 呢啲叫做單一。單一係咩意思啊？ Unitary， 單一係指佢係缺乏咗多樣性嘅，類似就係一言堂嘅情況啦。咁樣做嘅話，當然唔會出現紛爭啦，因為只係得一把聲喺裏邊。但咁樣嘅所謂嘅合一，又究竟係咪神所喜悅嘅一個群體呢？我哋聖經裏邊成日講合一 （unity）， 咁合一係代表乜嘢？
合一就係可以讓到每一個成員嘅獨特性都有機會可以展露咗出嚟。所以合一唔係指緊佢哋係一個軍隊，個個都一式一樣，完全唔需要思想，唔需要有個人嘅理智喺裏邊，淨係需要聽從上級嘅命令就可以啦。呢個只係單一啫，合一係咁樣。每個人都係一條線，我哋都係一樣，但每一條線都係獨特嘅，而且我哋喺唔同嘅位置，最後呢，我哋加起埋一齊就編織成一幅嘅圖畫。喺呢幅圖畫裏邊呢，冇一個人係最突出嘅，但係同時冇一個人係被另外一個人蓋過咗我哋嘅。大家都係發揮緊自己嘅獨特性，所以呢幅圖畫咁樣構成埋一齊先至係最靚。我哋再可以睇下我哋嘅家庭啊，一個家庭嘅合一，亦都唔在於每一個成員都係一樣喎。如果成個家庭所有人都係爸爸，咁都唔係咁好啦，係咪？如果所有人都係媽媽呢，係啦，可能屋企又好嘈啦，又會即係一個家庭就係有父母、有仔女，甚至呢去到3、4代同堂咁樣，每個人嘅角色都係唔同嘅喎。有啲就係照顧者，有啲呢就係被照顧者，有啲可能係負責揾錢，有啲可能負責使錢，咁樣先至係一個健康嘅群體喺裏邊。教會裏邊其實亦都好應該咁樣發揮呢個功能嘅，因為喺我哋呢個群體裏邊有好多唔同成長經歷嘅人啊，係咪啊？我哋嘅背景好唔同啊，以至到我哋嘅成長、我哋嘅睇法、我哋嘅需要可能都好唔同。咁喺一種咁樣嘅唔同之下，我哋可以點樣去擴展神家呢？喺宣教大會裏邊呢，我聽到一個咁樣嘅個案嚇。剛才提到澳門浸信會聯會呢有6間浸信教會，而香港浸信會聯會呢有百幾間浸信教會，台灣有200幾間。我諗淨係要應付自己聯會裏邊嘅事情呢，都好唔容易啊！聯會與聯會之間 convention 同 convention 之間嘅合作更加係困難。但係一個咁樣嘅合作呢，喺東南亞裏邊出現咗，就係新加坡浸聯會同埋印尼浸聯會。呢2個國家呢，好近嘅，但係近呢唔一定係合作嘅喎，近得嚟可以打交㗎嘛。新加坡我哋都知道啦，係比較富裕少少，而印尼呢，國家係好大嘅，佢係全球第16大嘅國家，佢大得嚟呢，又係比較貧窮。新加坡嘅做法呢，就係去向印尼提供一啲資源，去訓練印尼嘅傳道人，甚至呢，佢哋會叫佢哋嚟到新加坡接受神學裝備。畢業咗之後呢，佢哋就翻去到印尼，向佢哋嘅當地人同埋少數民族去傳福音。原來印尼係一個島國啊，成個國家有超過1萬個島嶼，1萬個島嶼。而呢個咁樣嘅做法，咁樣嘅協作呢，後來引嚟另外一個聯會嘅認同喎，亦都係印尼嘅一個鄰近國家，就係菲律賓。菲律賓聯會呢，就加入咗佢哋嘅聯會裏邊，形成咗一個東協亞視人嘅一個網絡。我哋浸信會同天主教或者同其他基督教嘅宗派好唔同，我哋冇主教㗎。我哋雖然有聯會主席啊，但係其實佢更加似係一個協調嘅角色，多於係一個實權嘅領導嚟嘅。所以要帶領教會或者聯會呢，靠嘅唔係一個人，而係上帝，靠嘅就係神嘅異象，去將教會或者唔同嘅浸信教會連結埋喺一齊。異象就成為咗神俾我哋各間教會嘅方向，讓到我哋冇咁容易可以走歪路。我哋跟住上帝去行，走歪路走下走下就好似變咗天下人咁樣啦。我哋講完咗佢哋建造 city 建城係唔想分散，而家講下佢哋建塔啊。佢哋建造塔呢係為咗宣揚佢哋嘅名。
名字呢一個字嚇 name 喺今日嘅經文第4、第9節都有出現。而聖經作者咧喺度咧，似乎係做咗一個文字遊戲啊，一個 word play， 將名字呢個字咧同哪裏呢個字去結連埋一齊。嗱，呢個字如果我哋睇中文咧，係完全唔似嘅。就算睇英文咧，一個 name 一個 there 都係好唔一樣。但原來呢個字嘅希伯來文咧係好似嘅，大家咧循例望一望就得㗎啦。呢個字咧係由2個字母組成嘅，希伯來文係由右邊睇到前邊嘅，所以佢嘅第一個字母咧好似我哋英文字 W 咁樣嗬，大家睇到。而第二個英文字母咧就好似個正方形咁樣嘅。2個字嘅字母基本上係完全一樣嘅喎。咁點樣去分佢係2個唔同嘅字呢？佢哋嘅讀法唔同，佢哋嘅響音標記呢，就喺個字母嘅下邊啦。大家有冇留意到啊？係啦，名字嗰個 W 下邊呢係有2點㗎，睇唔睇到啊？係啦，所以啲舊約學者啲眼力一般都係好好嘅。咁而下邊哪裏嗰個 W 呢，有一個好似 T 字嗰個字㗎，所以呢，因着佢哋嗰個響音唔同，所以佢哋嗰個讀法係會唔同嘅。名字嘅讀音呢，就係 shame， 係好似英文呢羞辱 shame 嗰個字咁樣。咁而哪裏嗰個字呢，就讀個 sham， 係啦。咁但係佢哋嘅字母係一樣。作者就想讀者將名字呢個字同哪裏呢個字結連埋一齊。點樣結連啊？天下人要喺示羅那裏去做乜嘢啊？第2節嗰度，佢哋就要第4節去建立自己嘅名字。所以有見及此啦，去到第7節，神就要去到佢哋那裏。第8節喺那裏分散佢哋。去到第9節最後，神再命名字啦，喺那裏變亂。而最後一個那裏第9節話本冇翻譯咗出嚟，就喺那裏分散咗佢哋。喺聖經裏邊，想問下大家，只有邊個名字係能夠被高舉㗎？係神啦，好似今日嘅金句所講，只有神嘅名先至能夠被尊崇嘅。聖經裏邊有極其量，只係得1、2個人嘅名呢，係會被稱為大嘅，就係亞伯拉罕同埋大衛咁樣嘅啫。而天下人喺那裏呢？佢要揚名立萬，佢哋要成為神。情況就好似亞當咁樣，佢想食分辨善惡樹嘅果子，唔係因為個果子有乜嘢好食啊，而係佢哋要好似神一樣，要可以作出判斷，因為判斷從來都係神嘅工作。人要同神睇齊，要同神平起平坐，所以佢哋要建一座通天巨塔，要去到神嗰度，要同天比高。呢個就係佢哋嘅問題所在。最後，我哋又諗一諗我哋自己啊！我哋喺教會那裏，我哋都一齊做好多嘅事情喎，係嘛？我哋睇起上嚟都自己合一喎，但係我哋嘅目的係為咗乜嘢？我哋所做嘅一切，我哋係為咗建立我哋嘅名字，去建立教會嘅名字，去傳揚自己，定係傳揚神啊？經文嚟到最後，呢個城嘅名字就真係得到保存啦。不過係負面地被傳流咗落嚟。佢叫做巴別。巴別嘅意思呢，就係變亂咁解，係啦。其實呢度呢，都係一個語帶相關，不過唔特別講啦。神喺呢度變亂咗天下人嘅語言。呢個就正正對應緊經文第1節，天下人嘅言語原本係一樣，而家變亂咗口音嘅結果係點啊？讓到佢哋雞同鴨講啦，佢哋就分散全地，最後就達到咗神起初嘅原意啦。最後，唔知大家覺唔覺得澳門街好細？你嘅名聲呢，好容易被傳開嘅。怕只係怕呢，
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今日嘅經文正正提醒我嘅名字，如果其他教會唔認識，即係個美關師，你哋認識我就已經好足夠啦。去到連人哋都認識你嘅時候呢，通常結果都不外乎係兩個嘅啫。第一，可能你好優秀啦，好多人都識得你啦。呢個時候你要小心，因為你有機會落入咗天下人當時嘅試探裏邊，令到你自己嘅名被傳揚，或者你都好樂意見到自己出名。到嗰段時候，神就可能會出手啦。第二嘅情況就好似經文最後一節，你嘅臭名遠播，人人聽到你嘅名嘅時候，佢都怕啦。咁樣嘅話，喺澳門街可能都已經好難再有立足嘅地方。所以願意今日嘅經文都成為咗我哋嘅提醒。我哋最後呢，同心低頭祈禱。主耶穌基督，願我哋嘅心思意念都放喺傳揚你嘅名上邊，願你嘅名被高舉同埋被尊崇，願你得榮耀，而唔係我哋得榮耀，因為你必興旺，我必衰微。